来，乡亲啊，这个代替推出着新版的自动卖票机，下摆买这个火车票，嘛当用行动支付。买火车票无想要排队，规气夹起来，不过去卖票机买票，时常会有这个问题。会比较麻烦，因为还会到那边更加换零钱。新型的代替卖票机变更较水，用手持荧幕就使买车票哦。新型自动卖票机会当直接用信用卡，卖使用行动支付，含悠游卡拢会当直接加钱才去坐车，可以当完成退票。来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真便利，不过也会使做更加好。如果真的没有座位的，先让人家看说哦这一班还有没有座位，再决定是要买坐票还是站票，先提示的功能。其他国家的语言掺杂在里面，但是我们已经有反应了。外国朋友希望卖票机的语言功能会当更加加油，代替开6药打造新型的卖票机。今年8月前会新伫咧38站装144台，明年10月进前全台湾会有432台装好势。智慧型手机上面我们都有做 QR Code 的一个电子票证的下载，将来这个比重呢会陆续的增加。自动卖票机未来代替部分人工买票，100年老店代替，将规划嘛是爱对时代脚步慢慢改变。